进到直播间，现在你退了是吗？我再重新进过去哦。而家係冇 live 過，啊，依家係冇 live 啊。冇噶。之前停咗個，見到阿 Winnie 留咗一下氣，即係我哋轉咗好耐嗰個。现在是吧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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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过吗？今天不知道什么事情耶。应该是，我看到我自己招收了，誒，好似得喎，應該係得咗，應該點係得咗。解得咗？我睇到抄的我們響度啦，，Winnie 響度看係嘛？到我們啦可以打個 comment 嗎？看到我們嗎？ ，comment 一下。Hello，Choky，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在線的哦，好，看到我們啦，感覺我去我上是已去用我經進去了。啊，可 Hi 以，Winnie，你可以啊。我 Winnie，hello，啊可以了哈，可以了哇，啊，應該哈。可以抄的可以。打啊地，，OK，千辛萬苦。本來還講一開播的時候給大家聽一首歌，聽那個龍捲風的歌，給大家猜一下今天皮奧尼老師要立什麼圖樣。結果那個氣氛是搞不到的，沒事，我們自己唱，是龍捲風，我們就指定那個龍捲風嗎？對皮奧尼老師自己唱。你們唱。要麼我們聽一下周杰倫的《龍好像可以捲風》。開嘞，你這樣子可以嗎？好像不行嘞。他會 cut 掉了之後，他它會 掉 mute 了。掉那個聲音啊，就是有參加現場的人就聽得到咯。哦嗯，過後就會不見了。好 Hello Mickey，，Hello，こんばんは。，hello，嗨啊，Miki こんばん，Mickey，は。こんばんは。要開播之前要給大家看一下皮奧尼老師今天要領的話，這個圖樣叫做 Nawa，我 spotlight 它的。那我，好像龍捲風啊，tornado。こんばんは，こんばんは，Hello，鐘瑞，你好。Hello，OK，今天是皮欧尼老師領畫哦，他要畫的是這個納瓦，係咪叫納瓦？那我，I don't know，納是但啦。瓦。Hello Vicky，Hello Hello，Vicky。它像龍捲風一樣，所以我們本來剛剛開始一直播出，就要播那龍捲風給大家愛聽，情來的快，車的龍捲風。對，就是這個。就是這個啦，就是這個啦。OK，它像龍捲風一樣哈。OK，好，好我們就的，讓皮歐尼老師開始啦。好的。我自己都做過練習啦，我哋大家一齊來練習。一起來練習。像蛇一樣。by Sam Taylor，佢係 CCT7 考習醫護鏈。對了，嗯。嗯，其實就係 Tango Pattern 會有另外一個呢個 step out 嘅，頭先揾到。嗯咁另外呢一個清楚啲咯。嗯，我中意呢個啊，係啊，所以我 send 呢個俾你哋睇。我高手啲。呢個就肥啲，呢個肥肥。這個可能複雜啲，係啊，這可肥啲。能會複雜一點點。啊，因為它有層次的。對，嗯，咁係啦，大概係咁啦。我哋跟住呢個畫啦。咁其實咧，我試過幾個啦，咁其實就可以又係卡啦咁樣畫嘅，其實即係 skip 一個位。嗯，咁我哋試下去 basic 係點樣畫嘅咧？basic step，嗯係啦，我哋跟呢個畫先。好，こんばんは。首先用 pencil 畫一個彎彎月空咁樣嘅，跟住打斜斜。似龍捲風咁樣呢個。
細唔細啊？係咪清唔清楚嗯，好清楚。 ？OK，跟住咧，嗯跟住接接咗咧，中間咧睇清楚咯，點樣咧？佢就係由呢度彎過嚟，跟住由呢度彎過嚟，呢個係你嘅好冇？創作。正，咁就好似我頭呢個咁樣。嗯，丁一老師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咁有另外一個畫法，剛才皮欧尼老師缺的是基本款，嗯所以現在他就分享另外一個變異版，是嗎？對對對，好變形似螺絲，好似螺絲咁樣嘅。像螺絲一樣。嗯，嗯，就係咁樣畫咗啦。你有注意到你的 account 一直進去嗎？咩啊？啊，咩啊？冇事，你 continue，你繼續。咁樣我就唔畫呢啲，唔畫，直接由呢度咁樣。直接咁樣，嗯，對。 S 字，啊，Apple 講我超級喜歡皮王尼老師今天的軟盾啊，是不是嗯很明豔謝謝動人呢？龍捲風明中豔照人是不是？今天的龍叫明捲豔照人還是風明豔動人？咁呢個 shading 咧就係咁嘅，呢個就好 3D 嘅。嗨，Amanda，晚上好，我收到你的報名啊，期待網上見到你。哦，Amanda，網上的，黃生吧，台灣的 Amanda，嗨 Pat，Hello Pat，很有愛我看到心的 超弟一直 Pat，進出是嗎？你剛才講超弟，我看到你哦，問題是你看到超弟啊，我看到是你啊，哦。有進來了是嗎？應該啊，我看到一直出一直進是嗎？嗯，可以自由咁樣 decorate 啦，中意點樣 decorate 都得。呢個都比較求其。其實我今日就係示範咗一個由茶磚有幾個哎呀，有幾個可以畫嘅。呢個其實我個距離咧，大家都可以 adjust 個距離嘅。有啲可能自己窄啲啦，又或者呢一部分闊啲，可以多啲位可以畫。跟住呢個其實我有啲似批一個蘋果，我覺得好似。好，係啊係，蘋果嗰個皮。我係好似嗰個薯片，你知唔知啊？有啲人就啊，係哦，批咗咁樣攞去炸噶，係像那個薯片啊，他們一支一支上啊，即係一支籤咁樣好膠了，這樣長嘅，跟薄薄，住個圓圓嗰個薯片。係係啊啦，係啊，係我覺得係啦，大家可以呢個咧，我就係咁樣即係捲少少呢個方法。咁我其實都幾中意呢個薯片畫法，係，我都好中意。大家都可以 mix 埋一齊啦，樣樣都有啲咁樣睇落去開心啲。嗯咁樣咧，我今次咧就用圓磚畫啦，因為其實我都試過，其實係可以
咁樣，即係唔同嘅方向，呢邊有兩個，跟住呢度有一個，跟住又或者圓磚可以咁樣，由外邊向裡面。嗯，咁我今次畫呢個龍捲風板，龍捲風板就 OK，亦都係好 freestyle 又係。Hello Mia，晚上好。Hello，呢啲位都可以，大家可以再延伸出去啦。鍾意咁基本上係畫咗我哋今日畫嗰個那窩先啊。嗯，肥啲個，肥少少先。婀娜多姿的，嗯，婀娜多姿，广东话讲讲，婀娜多姿啊？婀娜多姿，乜嘢嚟啊？嗯，啊，呢個未畫過，而家即刻，因為我淨係畫咗呢一個。OK，可以畫唔同嘅。其實我哋都好想播歌㗎，但係播你有歌沒有播啊？播歌 upload 唔到上去 YouTube，冇，佢會 mute 咗，咪 upload 唔到。嗯，好似情嗯唔會過審啊，即係有嗯，啲嗰啲叫咩啊版權問題。改天可能要去 Zoom 裡面直播才可以，因為每次想播一些歌跟大家分享，我們都不能，因為播了那個歌之後，我們 upload 不到去我們的 YouTube 了。所以大家可以一齊唱啦。你 lead 咯。對邊嗰句啊？龍捲風嗰句係咪？第一句愛上一陣風愛上嗯，風。係嘛？跟住唔知點啊？繼續啊，繼續啊。我話緊我唱唔到喎，好鬼笑喎跟住。我哋正話先講咧，龍捲風呢是在陸地上的，水龍捲呢在對，大海裡的，不一樣的風。哦，今天在我們這邊罕見有那個龍捲風，然後那麼巧，今天又 Peony 畫這個老師選的這個圖樣，啊，又有一點像龍捲風。薯片嗰個，你茶磚嗰個咧，我睇到好似響嗰啲咩啊？
好像是这个在那个魔法世界里才有这种形状，还有这个颜色的。是嗎？係啊，諗住魔法世界而畫的。魔法世界入邊嘅冇錯耶。卷藤啊，咩啊？卷藤啊，捲藤，啊卷字嘅藤啊，捲卷。住個藤。卷藤啊， Hello，那好，空包啊，こんばんは。誒，點解我這邊我都睇唔到啊！我係咯，本我都睇唔到喎。我冇，其實我係最慢嘅咁多個。啊換咗筆係嘛？藍色筆啊，係啊，我自己 freestyle 我中意好，用咩色都得，因為我呢個紅色啊嘛，咁啊用做第二啲啦，跟住嗯，我好中意薯片呢個，畫多一個先。比較少。嗯，Jennifer, 嗯 you make now look so easy. Jennifer, 啊美國，thank 嘅 you Jennifer， Jennifer。how are you? Jennifer 是來自美國，他去年九月有過來新山，David 帶他從新加坡過來新山，嗯，去玩，很 nice 的一個人。佢都超 nice 嘅。Yeah. 我掛住喺度畫，睇唔到嗰啲留言。跟住點好咧？跟住就 decorate 下呢個中間啦，揾啲藍色筆先。易靜老師好，那比如你要開始中式了。嗯，诶，小娟老師你好呀，小娟，小俊老師，
你今日呢個就唔似龍捲風，就似嗰個薯片捲嚟捲去嗰個薯片多啲啦。好似係呢個似龍捲風咯，啊，呢個落落似龍捲風，佢喺呢度。中間嗰個線條係比較唔同啲咯，我係扭得嗬。勁，twist twist。Hello，叔叔妹，来自 Hello，日本的叔叔妹，啊，こんばんは、すずめ。こんばんは。包啊，哇，今晚上超热闹诶！哇，好在我哋個網冇問題啫，入2次都入唔到，搞什麼？我覺得都係啦，應該我睇到佢哋又退又出，又退又出。是吗？佢哋之我这里前都可能有有，些網絡也是不大好，是吧？嗯，是吗？网络今天晚上的网络是不太好吗？好吧，嗯，下个星期本来是艾瑞斯老师领话的，可是因为他有晚宴，所以他就下个星期请假，就剩下我跟皮欧你两个了了。你们，我会代班啦，你们来陪一下我们咯，不然我们剩两个，有点寂寞。少了艾瑞斯同事。羨慕。跟老師代替我一下。可以可以，我这几天就要努力一下了，努力。还是下个星期有谁要在 KL 陪我一起直播吗？来，我们一起直播。KL 啊？誰是在 是是，KL 啊？誰在 KL？說哦，我也是希望我住的那个地方網會好一點啊。冇事嘅，冇事嘅。眼見我亂咁填咧，就知道我未配眼鏡。講咗 N 年啦，我哋2周年都講咗十，要嚟啦，差唔多。講咗成年應該係。係啊，佢咩款嘅眼鏡好啦？我諗好耐。你去到就好多可以揀㗎啦。Hello，纪莲 Hello，Julian，呀，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陪我们画画的每一个，真的是你们都太棒了，開我心。期待见到你们啦。Julian 最近戶外活動挺多啊。嗯，纪莲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哦，我上个星期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 CCT Debbie 老师带他从新加坡过来线上找我，然后我就把你的那个其中一只小蜗牛送给他。哦，咩啊？嗯，我有告诉他是你做的。蝸牛啊？哥讲玩到这样后来新大，加坡一起還是在直播這邊？他現在在新加坡，住在 Debbie 那邊，然後上个星期他就過來咯，跟我還有素珍老師一起吃飯，然後哦，他們租了一間民宿靠近我家啊，然後過後帶他們第二天去一個很漂亮的 cafe 吃午餐。嗯，嗯，Apple 講本來想要赴約的，現在要縮沙了，真的嗎？Apple，我口響響啊！嗯，Apple 來啦，Apple，
你直播没有叫你领话，是陪我画画罢了，在旁边陪我讲话这样子啦。陪畫陪坐，客席 DJ。你哋有冇畫啊？我冇話，我睇住你畫，因為我有少少，我有少少轉唔到嗰個彎彎嗰個，所以我再我話畫練習多次，練習多一下，係我都畫多下先嚇。係，嚟吧，因為呢個圖其實都唔係話複雜。這個圖畫出來是很漂亮的，可以有想象的。畫咗呢啲啫嘛。这其實有些時候我們畫着畫着的時候，也會有這個形狀出現哦。我覺得呢個係會根據唔同人嘅習慣而改變一啲形狀嘅。養 Apple 真的嗎？不要咯，你不要跟我一起直播就不要啦，這樣就好咯。我有 embellishment。薯片啊，其實我覺得呢個薯片畫得快啲可以，快過嗰個太多嘢。嗰啲距離自己都可以呢個調。薯片就簡單好多，但係嗰個效果又好靚咯，係咪？係啊，冇錯。嗯，呢度像薯片的那個東西，就挺簡單，效果會非常好。薯片嗰個 S 係彎啲啊。同埋佢呢度做咗 shading 之後咧，就好 3D 嗯。嘅。我覺得係有少少似嗰個旋轉中嘅嗰個樓梯啊。樓梯有啲似係，好似啲即係好似有時有啲似一個塔，一個 temple，但係又扭曲咗嘅唔同嘅世界嘅一個扭曲咗嘅塔。係啊係啊係。即係啲建築物咁嘅感覺。天梯啊，俾你。係啊，沒錯。天梯。我畫到啦。其實好唔易㗎咋。呢個真係冇腦畫可以啱晒我，好難錯呢個真係。
下个星期会嗯，米奇米老师，对，米老师有在吗？有想到要带我去吃什么火料吗？诶，我想知道像 KL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素食餐啊？素食。有人知道吗？找素食餐是哪里？啊，不是因为9月的时候呢，安妮卡的老公也是有过来嘛，因为他是吃素的，所以我就哦，想马来有冇西亚应该也是有有冇啲 app 咧有係專係揾餐廳嗰啲 app 噶？餐廳。遛狗应该有嘅，可是如果是住在 KL 的朋友，如果你们自己有亲自吃到的话，是更好啦。嗯，自己也觉得很美。上次上去 highlight 上去就很美了。嗯，嗯，twist，嗯，嗯，去做早餐。画的真好看呢，是啊，真的是很好看。嗯，啊，阿咪哥講你畫得真係美，嗯，謝謝你。嗯，有時唔知識嘅，Hello，必會不 Hello，遲不遲，來的剛剛好。怎样？你会画这个图样嗎？需要比如你老師再重複一次給你看嗎？好啦，這個圖嚟個樣很有趣的，來試多一次給你老師。嚟多次啊，揾多張紙先，紙，喂，我紙，嚟，咁用呢個鉛筆。貼得個啦，
中間呢個變形一個 twist 嘅動作。中間可以 decorate。它 shading 有时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效果，很好看。嗯。你这么快做 shading 了？嗯嗯咁快做 shading 噶啦，Sharon。嗯， ，freestyle。因为我很喜欢的那个 knock 进去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我就凹进去先啊！画了一个简单的，然后我就做了一点点的那个 shading。shading 就係都好容易嘅 shading，係咯，已經好 shading。 3D 啦。呢個薯片形。嗯。仲快啲。好容易咧，easy。嗯，还是朴你老师画的比较像那个卷卷的那个薯片。薯片。我觉得可能要瘦一點的，可能佢瘦啲咧，佢就即係睇到瘦啲定係瘦啲比較多似薯片啊？捲啲。如果係即係呢個瘦長條形，呢個個籮柚肥啲。但是要瘦一點才會有這個像卷卷的薯片的那個感覺。好似 tornado 似龍捲風瘦瘦，但係肥咧你就可以好多 decoration。所以就兩樣一齊畫埋一齊 mix 埋一齊睇啦。啊，好似嗰啲啊 Raven 啊，卷嗰個 Raven 轉嗰隻。啊，似人哋嗰啲係咪聖誕節定 party 嗰隻啊？嗰隻袖子嗰隻啊？啊，咁樣捲㗎。袖子嗰隻係細個嗰時先興喎，而家都冇咁興咯。巢巢地嗰隻紙啊。我仲需要飛睇個先。对，会讲话多，但不理想。老师画的效果很好看。对对对，这是普安里老师擅长的。他教的你这个，他跟你分享的这个画法，你可以试试看。練習下呢
練習拍呢個簡單薯片先，跟住再畫呢個簡單啲。畫嗰邊整嗰邊。終於做呢個 shading。Sorry, Nagasaku。嗯，哦，康包啊，仲有人嚟，好勁啊！係啊，起聲。做 embellishment 啊，他們這樣子畫都很好畫，好嗎？對，已經很好看了。要裝飾都好好睇嘅。嗯，所以我覺得兩樣嘢各有各咯。個薯片自己一個人，自己一個人，自己一個薯片都 OK 嘅。一個人
即係好似喺後邊喺度擺動跳舞咁樣，好有呢個叫 dancing 咁。大家有冇練習啊？呢個好唔易㗎咋，樣樣都同样也是我第一次画哦，以前是有看过啦，但是就没有想到要去画，这样画嗯起来还不错。其實都唔係比你老師，太難，比想象中容易。係比想象中來得容易啦。嗯，嗯，喜歡這種自由隨意有動感的圖樣，對，freestyle，freestyle。耶，阿欣今日好早嚟，係啊，好準時。阿欣每一期都有畫我，嗯，係啊，多謝你啊，多謝。非常 support 我哋。嗯，好56分啦，時間差唔多，啱啱好。耶，下次我們不可以一起畫，一起畫就講不到話了。係，要有因為我有好人聽幾次，畫上話，然後去就有好幾期我都係冇一齊話喺度講嘢，同埋睇住。下次要改變一下。誒，畫落去我們有咧就朋友 feedback 給我們，希望我們可以有一些話題。我們也是在想一下，因為我們本來就應該不是很擅長講話的啦，哦，是吧？但是每次在開播之前其呢，實本身我們都可以講到很多很多很多，等下一開播了呢，就全部變啞巴了，不會講話了。如果其實我全程睇全程專注了。我睇是咩？是全程專注咩？好啦，下一次我們來嘗試下，找一下話題，OK？淨係講佢哋講嘢，冇人畫到，跟住
要有一个人画，然后另外两个不可以画，因为另外两个畫下去的話咧，就 Tommy，你全部不會講係話。講住最尾1分鐘嘅尾巴。Hello，Tommy 係咪你個朋友啊係啊， Hello，Hello， ？Hello，我的中學同學啊。真係好啊！係啊，今日差不多了，多大家謝多謝可以試下Peony 好容易 先生， ，very easy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嘅，耶， yeah， very good。好漂亮。 good Hello， evening，跟住要 goodbye 啦，Tommy。拜啦，真美真係麗。榴好，蓮，謝下個謝你。星期就剩下我跟 Peony 老師兩個啦。是希望你的，們可以來陪一下我們，跟我們聊天啦。OK，好，下個禮拜見，謝謝 Kelly 老師，拜拜，拜拜，おやすみ，goodbye。拜拜，Thank さ you，あようなりがら。とう。さよ